我成日殮房睇啲屍體嘅，嗰啲屍體好似同我講，死嘅唔應該係佢哋。今日如果我放過一個，聽日就多一個呢啲咁嘅人瞓喺街度。唔使嘅。願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今日我們的食糧，請你賜給我們，如我們免了人的債，不要讓我們受到試探，報我們的離兇惡。